台南市规划6月7号到6月9号是学校疫苗接种站服务时间。伫施拍第一日，市长黄伟哲、卫生局长徐玉玲、教育局长郑成辉、新闻处长苏恩恩等市府一级首长，做伙来到义在国小，关心小朋友接种的状况。黄伟哲也特别送予现场每一位小朋友一个佚佗物仔，安慰囡仔心情。来看这个儿童的这个我们5到11岁的疫苗的到校施打，到目前到昨天为止，台南的市的疫苗覆盖率5到11岁这部分已经到了77.06，是6都第一了。那因为大家都说疫情高峰即将南移，所以我们在疫情高峰要来的时候，我们让我们的孩子的保护率提高。那这样子的话是做好充足的准备，就像台风要来，我们要做好防台准备一样。如果到时候才开始这个施打疫苗，坦白讲是有点来不及。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看到校施打，那一些同学，我们也谢谢家长让这个孩子来这边施打。那我们希望早打早有保护力，也能够希望祈愿我们市民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小朋友都能安然度过疫情高峰的难关。真侪家长因为烦恼近来台南的疫情，是透早就带着囡仔来现场排队等待注射。因为现在疫情真的是比较，台南市目前来讲的话，是真的蛮严重的啦，所以我是觉得说小朋友是真的有需要打疫苗，打了疫苗之后，我觉得他可以防范很多的一些可能重大的或者是一些不应该有的一些疾病，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我觉得小朋友早就应该要打疫苗了。对，我觉得这样子小朋友彼此之间可以比较放心，然后我们家长也会比较安心一点。台南市校园接种站分别是新进国小、培文国小、安顺国小、文园国小、永康国小、正兴国小、东区复兴国小、义在国小以及文化国小等9所学校。另外，除了伫校园集中施拍，嘛会当伫医疗院所有约，双轨并行。卫生局也同时伫6月7号到12号，伫台南打疫苗系统持续接受平台有约，家长会当选择到医疗院所有约接种，全面加速建构囡仔的保护力。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